中的这些民众都起来投入我们的这个就业市场。咱今仔是咱的这个就业服务的一个这个好的机会哦。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有48个厂商提供了1400个职缺哦，包括嘛真济上市上柜公司，甲咱足多足优质的这个中小企业，拢伫遮吼，伫个开放他们的职缺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年轻人也好，或者失业的朋友也好，能够利用这个场合找到你适合的一个工作。那县政府呢，一年呢，大厂的大概有4场，那中小型的总共有200多场哦，就是在希望帮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这个劳工能够做一个媒合，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人投入我们的这个职场，然后创造我们更好的一个这个经济的一个效益。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公司们提供了这1400个职缺，也要谢谢非常多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哦，在这边寻找好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机会。那我们在现场有做了一些部分的一个协助，包括替我们年轻朋友看看他的履历表，包括怎么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造型设计哦，那让你呢更有自信，然后在找职缺的时候更方便哦。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就业职涯的这个探索。那这一次呢，更加的这个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部分哦。